来偌济？来看卖。有啊，较袂食你啊。来500项。来，听好了，500不用。来500不用，500不卖啊，太贵了不卖。第一标福利标，这一组整套加底座加大笔竞彩如意底座，加镂空雕刻的底座。哦，镂空雕刻的底座一个。哦。5帝钱一个，矮火龙笔一个。想买的朋友打+2，限量10个客人。想买的打+2，这一组不用500，想要买的朋友刷+2。我看有几个真心想要买的哦。几个？目前有几个打+2？你就直接看偌济+1就好啊喂。你搁+2落，伊搁视频落袂有啦。因为来各位以小帮手电脑为主，10个客人。啦，以电脑为主就好啊。我曾经卖多少你们都知道，不用500，不用400，限量10个客人，要的自己私讯粉专，要的朋友388打+1 10个客人，不要计价钱。粉专爱先拍起来。388。要的打388+1 10个客人。跟你讲，先打上来。这句话爱改掉啊。什么呢？要的私讯粉专，你搁咁样讲这句话，慢你走了，干你！388要的打+1 10个客人，以小帮手电脑。来388要的打+1，小帮手随超单啊。伊还有+1无？伊个较袂食你对吧？10个客人388要的打+1，打上来，赶快！来，要的388打+1啊！哦，你去不要调他有进步啦各位朋友，如果那无去啊没哦，给他一个机会，谢谢你们大家。温迪，谢谢啦，感谢温迪啊！来，温迪，做挺人的哦。低标我搁送物件一个。好来，感谢温迪啊，388+1啊。感谢丽宇哥帮我们赏20颗星星啊，感谢丽宇啊！来，感谢各位兄弟朋友们的支持，好不好？来，第一标福利标啊，来送东西啦！有买的一个人送2个卷线器，手机用得到的卷线器。樱桃小丸子。樱桃小丸子。无吧，这是迄吧？这讲卷线器。这卷线器啊，手机仔用的啦。是哦。啊，对啦，手机仔用的。安尼看起来那钥匙圈。伊才有写卷线器啊。哦。系啊，要插手机仔嘛会使啊，要插手机仔的啊。这嘛用做的啊，随身携带钥匙圈。没有。可以当钥匙圈也可以啊。388要的+1，小弟我再送2个卷线器，整组整套。樱桃小丸子。樱桃小丸子。几个+1？款式太多了，我们随机啦，我们这个就随机出货，跟你们讲一下。跟你们讲一下，几个+1啊？388要的打+1，再送2个卷线器。有人+1了哦，有粉专一直有人在刷388+1了，谢谢各位观众朋友啦。谢谢你们，谢谢你们。真的有慢慢在进步，但是没办法1天就进步啦，也没办法2个礼拜就用飞的啦，不可能啦。谢谢你们啦。2礼拜要买人5年的专业，不可能嘛，对不？给他时间好不好？感谢各位观众朋友啦，谢谢你们啦。来，谢谢你们。有闪星的朋友，感谢你们。来，感谢小林赏了50颗星星啦。小林姐，谢谢你。来，安叉叉，我知啊。瑞坤哥嘛，我给你赏星星呢。瑞坤哥，谢谢啦。好来，包鬼啦，来，小帮手要爆炸。几组？唔知哦，伊嘛唔知啊，因为收乱啊。这个是随机的哦。很多人+1哦。喂。叫一个小帮手给你倒回嘅。这个是
来，你来遮坐啦，迄互伟林家己处理了。一起送2个。我跟你讲，这是你的歹习惯。来，音乐暂停者。后盖，吼，注意听哦。后盖你卷线器摕起来，因为小帮手就是爱配合主播，你主播袂当一直离开你这个主播台，你知无？你感觉看报告新闻的主播人怎走去？你感觉看过？对吧？你就讲，小帮手，这帮我摕过者。若有得标拢送2个，你就甲囥来就好啊。伊就会来摕，你毋免搁行过，你有了解无？知道吗？好，来，继续。来叫一个小帮手入来啊！喂，外口的。袂个。对啊。对。OK 啦，那个温蒂啊，哦，来一粒了，来。来，各位朋友，这个就没有含底座了哦，因为含底座不好看。这个没有含底座哦，来，好啊，介绍来。各位朋友，看路来。这个是这一颗不行。好。这条袂使。袂使换白了。但我一个哦，吹靠板好拍的。传中哦，人家在做生意，不要乱哦。什么叫做Sakura得标？来，音乐暂停先。来，我你置顶起来。哦，什么叫做Sakura得标？来，你告诉我，什么叫做Sakura得标？你开假账号来说我们Sakura得标，来，请问一下，什么叫做Sakura得标？你给我一个解释可以吗？得标运费80块。这个水，这个做水的。啊，什么叫Sakura咧得标啊？天峰，你隔壁甲我摕签名照一个，人要爱。你的哦。阮弟要爱。你的。我的。你甲我摕一个。来，传总。我们现在很规矩，在做生意啊。请问一下现在我也好声好气跟你沟通一下，什么叫做Sakura得标？你可以告知我一下吗？刚刚我们温蒂的是Sakura吗？不是。刚刚有388+1的全部是Sakura吗？不是。人的照相你先乱啊小啦！对无？会摕一支笔来个。各位朋友，不好意思稍等一下。Sakura 就是自己人得标啦。歹势啊，阮这台无咧插Sakura的，你知无？啊，你知无？5月24。25。迄袂使吧？这张互温蒂啊，这有写生日快乐，伊要爱。温蒂，谢谢啦。伊有得标啊。对无？无啦，人要改变，互人留一条路行嘛，对无？唔好安尼啊。莫安尼，逐项都要创个针对的嘛。拜托的啦，系啊。对无？拜托者好无？做生意。系啊，好无？莫安尼好无？拜托者啦，系啊，拜托者啊，互阮一个小小的舞台啦，系啊，我也是为了一口饭而已啊，拜托一下。对无？啊，阮若做Sakura，阮是咧做红干的哦，阮做爽的哦。你讲话经过头壳嘛，对无？阮母的全部拢自己人得标，阮遮济小帮手要怎？要来遮安尼演一套戏，全部拢自己人得标安尼哦？你有病哦？大家有坑你。我说真的，有时候做人刚好就好，好不好？可以吗？好了，不想再生气了。来，天风继续来，音乐来。
来，各位朋友，这一颗是萧南的聚宝盆，带火斑纹路，有没有那么漂亮？较大声啊！好，各位朋友，这一颗是萧南的聚宝盆，这一颗非常有质感、有美感苹果，规个拢好班的，正好班的。买回去平平安安、快快乐乐。哦，来，我来看一下有没有这一颗，非常的重油，哦，非常的重油，整个带虎斑纹路的，带金丝的，哦，带金丝花的，散成这样，今天拢金丝花哦，啊！散成这样这一颗，好，来等来，哦，还带火眼，哦，这一颗这一颗还苹果，带火眼，带哦，来，干你娘的鸡巴！来，张诶，你摕一粒火焰来，聚宝盆摕一粒火焰来。稍等一下哦，不好意思。这就是吼音乐暂停一下，无啦，咱今日咧教天风吼，伊就是做者专业知识的，他学了2个礼拜，没办法跟我们这个几年的比，你懂我意思吗？但是吼，你还是要再进步啦，你嘛是爱进步，你知无？咱讲真的啊，来，各位朋友，这一颗整个正萧楠木的，吼，规个拢正好班的啦。都是正天然虎斑纹路，来都有火眼，你甲我讲，什么叫火眼？迄咪叫火眼，迄叫带财眼，对了，带财带眼。哦，眼睛啊，有一颗眼睛。这个叫带财眼。哦，这个财眼啊，有眼睛啊。这叫财眼，这咪叫火眼。火眼我就爱随叫小帮手去摕一粒互你看，你听有意思无？物件财眼甲火眼是无共款的。眼睛啊。来，这个叫火眼。哦，那一拍火嘞，你听有无？嗯，这叫火焰。吼、来，会晓无？这好班的，财眼甲火眼分得清楚。好，来继续，来我看你介绍。它这边有4颗眼睛，哦，1个、2个。啊，足侪人咧甲你鼓励啦。谢谢你们。很多人在鼓励你。啊，这个是萧南的，非常重油。来，再给你们看一下。好，再给你们看一下有没有非常的重油，级数非常的高，这一颗蛮漂亮的。哦，萧南的聚宝盆有没有闪金丝花？哦，有没有闪电花？哦，这一颗大颗的哦。哦，这一颗来，我们喊喊看，一样零元。免啦，零元起标一到100来，这粒人外口一粒卖1-2千，因兜的代志。全卖动的啦，来零元起标1到100 5档，好不好？来这一颗直接5档的，哦，仔细看你们。这一颗做福利标，0元起标，哦，1到100波动的，30秒，喊多少卖多少，一粒了30秒， 30秒啦，来时间行了，来30秒，0元起标1到100 5档，哦，30秒啊，时间走了，喜欢大步，哦，喜欢要大步，0元起标1到100块，无动的啦，咖喱话。哦，自己喜欢自己标价哦，1到100，有没有味道？有正天然萧南的味道。来冷爆，来小扳手啊，这那边最高多少？来不整200，是哦，这哇这以内回私讯让你的。我看300几路啦，啊，搁有400项啊，像来乱，多也乱，来考威，海威，凯威400块，来400包过，来凯威400得标，哦，哎，卡什么呢？所以免啊免卡免卡。 ，400项啊，凯威你还敢讲者？来凯威大大400得标，私讯粉专。哦，感谢那个凯威大大400得标了，私讯一下粉丝团哦。哦，来谢谢啦，来各位朋友，我出这一颗，看好安怎介绍啊，教一概念啊。来，规粒闪花，整颗苹果，萧南的苹果级数非常的高，整个都闪花的，注意看啊，有没有？漂亮。规粒拢闪花啦，有没有看到这个花？哦，来，天然的彩眼，连底部都闪花，有水无水恁家己看。来，各位观众朋友，
这一颗让你摆在家里平平安安、圆圆满满，快正萧南的架萧南咩？哦，它有萧南的天然的木头香味。来，各位朋友，这一颗0元起标，一刀一块，来卖动的，0元起标啦，一刀1块，来波动的。来1分钟时间。来0元起标，1刀1块钱5档啊！喜欢自己大步哦，这个没有加底座啦，哦，这个没有加底座。哦，0元起标，1刀1块就好，5档，好不好？有人500，我没看到啊，500谁啊？哦，来，你们说的，我们以电脑主机为主啦，好不好？来，再来啦，我要跟你们讲哦，有500的，我们干嘛不卖500？要卖400，就是没有看到了，嘿，拍谁看拍谁，好不好？哦，咱以电脑现场主机为主，好不好？来1刀1块，有没有人标？来，博成老师，来，时间走了1分钟就好了，不要浪费时间哦，标多少卖多少哦。外面啦，好几千块哦，啊，家庭家己标。什么味道？萧南的天然木头香啊，好不好？来，博成50，来100，来老仔，来200，来，目前200。来200，来，目前200块。无啦，这剩200哦。你有看到数字，你拢爱甲阮回报呢。你来若，各位朋友，这个剩200哦，没丢啦。哎，感谢瑞坤哥啊，瑞坤哥，谢谢你啊。赏了30颗星星啊。来，目前200，来哇塞，来最后时间不用再考虑了。来300，来分隔线，来以分隔线为主啊。以分隔线啦，好不好？来399，潘俊岭大哥399。来分隔线上面最高是谁？我看到啊，潘俊岭大哥399，时间有走啊，莫只徛空哦。哦，时间有行，无伊是时间咧，有走，无伊是咧爱啥小，对吧？对不对？谁？有看到吗？有哈。来399得标，那个潘俊岭大哥了，俊林哥，谢谢你呀，哎，谢谢你呀。来，再出一颗，最后一颗了。最后一颗哦，一样香南的苹果，买回去不香包退包换。来，等下，这种文咯，就安尼介绍，规个拢好办的。我甲你讲，介绍的时阵，目睭看人客，你咧甲人讲话，就是爱看人嘛，对吧？看因，过来，转往看这个文咯，有水哦。我慢慢啊洗哦。对啊，无人要来看有，你咧卖物件，来，你要甲我买物件，我用安尼来，你要买哦。对啊，若安尼互你看，无安尼豆豆啊，互因看，互因看这纹路有水无，级数有介遐。来，正萧南木的，正萧南的整个虎斑纹路，规个拢这好斑挡油的哈，虎斑纹路重油料的，而且这边闪3D 立体折花，有看到吗？这里是闪3D 立体折花，什么是3D？这就是3D 立体折花，这聚宝盆嘛有嘛？有，这就是啊。吼，来，这粒来，看你安怎画。这一颗非常的重油哦，非常的重油，看一下。好，因为我有没有看到？好，这一颗非常的重油，非常的漂亮，好不好？来0元起标，1刀1块5档，好不好？最后一颗了，喜欢的大步。0元起标，真的1块卖懂诶，盖大波。正萧南的啊，正萧南的啦。来0元起标，1刀1块5档，来，目前最高多少？小帮手。来，不要紧。来，时间走了，就1分钟。来，蔡廷哥你好，来，各位观众朋友，大家下午好。来，下午好哦，各位朋友。来，时间走了，目前最高。哎，张小亮，这久无看到你哦。哎，瑞坤哥一直上心呢，谢谢啦。瑞坤哥，谢谢你啊，瑞坤哥。哎呀，哦，没有啊，员工就是要慢慢教，谢谢你们的鼓励啦。来，目前最高多少？
看无哦。圣洁界没有卖啊，我学了啦。来，0元起标啊，偌济？来500， 500。这粒接手正悬的啊，来哦5500。标多少卖多少，最后10几秒，计时器。来5500。时间有在走哦。虾皮99就有了，你买来给我。在台湾车工加烤漆就多少钱了？你不要跟我讲干话好不好？哦，有没有听到？来分隔线上，有没有听到计时器有在响？来邱四严大哥、哦，来，我们以分隔线上为准，好不好？来，目前最高。来音乐暂停。来500就表演，500名单念出来，上500。贝伟伟啊，来，贝伟伟。来陈宽利哈，陈宽利，我现在跟你聊天一下。哦，陈宽利，陈宽利在很在。哎想，帮我 K 过好，感谢，这啦，啊，多谢多谢。陈宽利在很在。来，陈宽利你在很在？我置顶对吧？什么叫做一点改变都没有？啊！我刚刚一直在强调一句话，我从头到尾一直在强调一句话，人家用2个礼拜的时间，有办法学习几年的专业吗？啊，无你来做嘛！陈宽利，无你来阮公司上班，我甲你教，2礼拜之内你若无法度像安尼的专业，无法度甲我共款一模一样的专业，干你娘鸡巴！你要开直播来甲你讲神，你敢无？不要这样啊，大大，哎呀，我还在学习哦，因为我以前不是专门卖木头的，啊，凯宾他是卖木头，啊人也不错啦，哎呀，说真的。 2礼拜要学人几年的专业，来就问一下线上1600位朋友，我请问你们一件事情啦。2个礼拜要我。无啦，你点点啦。来，1600个朋友，我甲你问一下，恁2礼拜去上班，一个新手，你有法度赢过恁公司的所有的主管吗？任何行业，槟榔西施也一样，2个礼拜你包的速度有办法比人家的1、2年的还要快吗？来，你们告诉我一下，敢有法度啊？上起码伊的态度有进步吧？最起码人家的工作态度整个有进步吧？有没有？有没有？你们叫人家上进不要吃槟榔，来上到现在有1颗槟榔吗？你有吃无？无。哦，你们客人有反映说叫天蒙直播不要吃槟榔，啊也没吃啊，好不好？咱们有买冷冻的东西吗？什么冷冻的东西？ 1150。没有啊，我哪一家寄来的？什么隐姓埋名？隐姓埋名，迄咱的人客啊，毋是啊，迄是咱的选民啊。隐姓埋名是咱的选民。不用啊，咱无买物件，咱公司无买物件。迄后盖佫敢要寄物件来，拢拒收啊。哦，我们公司没有买东西啊，拜托不要就是。态度有咧改变啦，啊，你鸡摆咧，人做2礼拜，敢有法度赢过2年、3年的专业啦？对无？你有法度无啦？你有法度无？无你来遮开直播嘛？你来嘛？还有你的囝陈宽利。对啊，宽利哥，卖啊你啦，好不好？拜托。哦，我咧讲咧介绍物件，目睭爱看人客。哦，我咧甲人客讲话，人客若来自取，伊咧甲你讲话，你目睭看天花板，你敢有尊重伊？无。对无？啊，你咧介绍物件的时阵，你就是爱看人客，你爱互人一个尊重，你听我讲意思无？好啊，你继续啊，嘿啊，你继续啊。好 ，OK， 你晚一点来找我们。哦。来啊，最后一标啊！
无卖卖啊，卖卖，慢慢的，人家有在进步，给人家一点空间嘛。哦，给人家一点空间嘛。你咪要摕迄，你头先咪摕这三件，三件啥公布？你咪摕这，对啊，该用老手的。这拢毋是公司的电话啊。我有讲过啊。哦，任何直播平台，我跟你们说了哦，全台湾的直播平台，我跟你们讲一下，应该很多直播台在看啦。我在这个跟你们呼吁一下，我们公司如果再跟你们订货，一定会留下自己的手机，不可能会用私人的，哦，不可能用私人的。无啊，另外，这都一间水产啦，隐姓埋名的酸民啦，这都是干你娘鸡巴的破格酸民啦，隐姓埋名啦。这倒一间的，你知无？倒一间的选民，敢我爱甲你念出来，专门咧饲人王军的迄间啦，臭鸡巴咧，对吧？太过分了啦！我跟你讲啊，恁做选民做到遮无素质，我感觉你足可怜的啦。做选民用恁爸公司的名义去共落标啦，去共买物件啦。隐姓埋名，你住中华关永靖乡轮美村乌厝巷11号遐，你公司留阮公司的电话要创啥小啦？今日搁三件啊，有看到无？太夸张了啦，真的。来，全台湾的直播平台，我都跟你们呼吁一下，我们公司只要有跟你买东西，一定会留下私人的手机号码，没有错。不会留下我们公司的82385579，那只会酸民去。所以只要看到0482385579的东西都不要出货，知道吗？再多那个一下，哎呀，谢谢。啊，选民吼，要做选民会使，做一个较有素质的选民。啊，规工拢阿斯巴啦，用人公司的地址咧共买物件，啊买会害人，这拢毋是阮公司的损失啦。对我来讲，我拢无差。啊，但是你去迄个卖家遐，迄个卖场因的损失，因损失来回的运费啦，冷冻的运费，来回运费就多少了？250块嘛。送货员也很辛苦，遇到下雨天的话，对吧不要这样啊！哎呀，你唔好讲安尼啊！哎呀，不要这样哦，互相哦，通融一下送货员的辛苦，好不好？可以吗，各位朋友？隐姓埋名起来哦，隐姓埋名啦，就是这个啦，真账哦，假账号。是哦。迄个可怜啦，迄个破格查甫人，规工用别人的查某的相片，迄就是我跟你讲啊，迄一般即种人有哦，即种人就是吼，拢会用迄种查某的相片，迄就是标准的宅男，你知哦？啊，规工就是拢看迄 AV 女优伫遐咧拍手枪啦，啊，拢无出门啦，啊，做工课做袂成功，就是你即种的隐姓埋名，我就是在讲你啊，你看你可不可怜啊？阿斯巴啦，做选民做安尼，对无？来，隐姓埋名封锁，这就是欠人封锁。我们所有直播平台有没有？好，跟他们交代一下，所有直播平台隐姓埋名全部封锁。哎，封锁掉了啊！人有咧改变，免安尼吼。欠人封锁。好，继续啊！来，各位朋友，这是纯杀金的三太子。来，正杀金的三太子。正杀金的啊，外面一层。无啦，这就是做生的太子。你免介绍外口，主要是内底的物件。哦，来，做生三太子，正杀金的。哦，你若要甲供庙结缘呢，也是要拜拜的，可以拿去过炉，放在自己的家里保平安，好不好？哦啊，这个我们会出新的给你。哦来这里出新的给你。这一组啦，各位朋友，0元起标，1到100，来波动的。来，各位朋友，还有附一张大张的证书哦，这个证书就1000块了哦，这收藏证书就1000块了，好不好？来，0元起标，1到100块，5档喜欢的大布哦，喊高我不会卖贵，咱赚我该赚的尔啦，无这要求啦，好不好？哦，没有那么妖兽哦，
0元起标，1到100块，5档，喜欢的大布哦，喜欢的。哦，来正杀金的三太子，哦，坐生太子啊，贼星的太子，哦，做生的太子。哦、0元起标，1到100，来卖动的。来，无钱我钱。来1分30秒。300。来300，时间行了。来300块，时间在走了哈，各位朋友，时间有在走哈。来，喜欢的麻烦大布哦。来，目前300、300袂掉，哦，不要紧啊大波，哦，大波免惊，好袂？来，现主是300块哦，袂掉啦。来300，证书先买到哦，先喊到了哦，证书要先喊到，好不好？来，300加多少500。来目前500，来目前500。它有盒子哦，哦，送礼自用2箱礼都可以哦，啊可以买去庙里哦。恁家是较大部的吼，来。这卖8个啊，朋友啊，另外要办。来，有没有相信我的？打1500。来，有没有相挺的朋友？1500打上来。有没有1500的啦？直接打上来大步，但是没有要卖你1500。有没有1500的朋友直接打上来？来，我将老仔。我在。来，目前600，伤寒嘛？来，目前600。太扯了啦！来，秒差几秒？差就这啊，可以拉近一点吗？可以。哦，来，拉近摕较近嘞，眼神看人客，介绍一下哦用拉近一点。三太子做你着生的。学无要紧。哦，嘿贼一爱哦，做龙椅的。哦，龙椅。哦，有没有？然后它的后面就是这样子。哦，后面就是这样子。哦，都会出新的给你们，都会出新的给你们。哦，有没有？哦，就是这样。三太子。来，时间到，来。来，不将老仔。你遐敢看有啊？哦，食力足严重的。杀金的三太子啊。杀金的三太子哦，刷金的正杀金的三太子，不是黄金哦，黄金现在6000多块，哦，如果它是黄金，哦就贵了，哦，来，分隔线先上，最高标多少？看无吗？有啊。做大家好哦，讲真的，做直播遐侪人咧乱，鸡巴的。做直播不要乱了，拜托一下，好不好？来，最高多少600啊，600就600啊，包紧啊，包过来。来，没关系，哦，不要计价钱，再出新的。你知啦。谢谢。我啊，纱巾都喊这种价钱，你们继续出。有啊，来，我早就甲你讲，看你要有啊，啊你就甲我讲你拢准备好啊。你这你家己嘛毋知啊吼。来，各位没关系，出个别的。来啊，我给啦。无啊，这啊，这个有的。唔是啦。来，稍等一下哦，稍等一下。哦，吃字太严重了。哦，真正诶，食哩足严重诶，拢看无，哦，拢看无啊。靠腰，哦，都看不到。哦，手机打字真的太快了。哦，可以卖证书，不要三太子吗？不要乱，好不好，大大？那个丙宁私讯粉砖。哎，那个丙宁大大帮我私讯粉砖，可以吗？拜托一下。来，世杰哥厉害。来，各位朋友，这一颗是月块树头料。目睭看镜头，要讲几摆？我知啦，这一颗是月块树头料。啊，立闪折花水波纹路非常的重油，非常的漂亮，有没有看到？整颗无裂无补月块树头料，
哦，越快树头料，哦，喜欢的大布，哦，越快，买回去越赚越快，聚宝聚财，哦，聚宝盆就是聚宝聚财，来加一个如意底座，哦，这含这到叫五角金座，这都会生如意。五角，五角金座五角金座，来，这个是五角金座。哦，五角金座会出新的给你们，哦，会出新的给你们。哦，这一颗直径大概20公分。你莫一直什么拢如意底座，如意底座好无？讲唔对啦，这叫如意，这叫如意，安尼有了解无？无啦，我讲唔对啦，歹势歹势。哎呀，五角啦，五角啊，五角金座啦。哎啦，哦，因为它有5只脚，哦，对啦所以叫1、2、3、4、5五角金座，不是如意底座。哎啦，哦，20公分，哦，刚才有量过了，20公分，得标就是整组整套，来不够。南投石龙宫过香炉的5帝钱，哦，5帝钱一条，看人啊，哦，5帝钱一条，得标就是这样子，得标就是这样子，整组整套，哦，这一颗非常的重油，非常纹路非常的漂亮，哦，非常的漂亮，20公分，得标就是整组整套，来第一标，0元起标，1刀100块，0元起标，1刀100，5档喜欢的大布。哦，喜欢的大布，0元起标，1刀100，无动的，家己画，好袂？家己画。哎啦，安尼就对啊。哦，目睭爱看人，安尼就有进步啊。哦，袂歹。哦啊，我慢慢旋转给你们看，因为有些朋友看进来可能没看到，哦，可能没看到。这一颗非常的重油，哦，非常的重油，纹路非常的漂亮，哦，纹路非常的漂亮。0元起标，1刀100块，卖动的来，目前多少？看一下，看一下手机啊。伊的答案用来去逛逛，较袂食力，对无？伊的答案。成什么刃？成什么刃的？来，300块没关系，时间走了。哦，成什么刃？哦，我看唔捌你啊，啊歹势。哦，来，这个300成什么刃？这陈个雨刃啊，羽刃哥300块。哦，没关系，标多少我就卖多少，时间在走，价钱要有。哦，真的，时间在走，价钱要有。0元起标，1刀100块，无动的好袂？我来看好啊，你来500。来，目前500块。哦，你若看较悬的，你爱直接念出来。来，目前500，600袂对啦，这卖8的啦。 600，来来600， 600，有没有相信我的？2000打上来哦，你送2000块拍起来哦，你送。来目前600啦。来目前600，整个都天然的纹路，完全没有画色。这天然的纹路非常的重油嘞，越快树头料哦，聚宝盆就是聚宝聚财而已。哦，聚宝聚财而已，好不好？对吧？来，目前800块，有没有2000的朋友？我们时间有走哦，不是没有走哦。来，最后15秒。来，目前最高800块，来800以上加多少没丢啦？这卖8，这个不要摆的，拜托一下。来5秒，4、3、2、1，来分割线上。谢谢吴雅茹了哈，赏了10颗星星了。吴雅鲁，谢谢啊。来，分隔线上面最高多少？你叫我泡两次。像拍两下，都可以。无看着。无推一，改造用者这样。来，等，来，歹势，借我过一下。歹势。头家最好先拖较出来哦。毋是要甲你骂，你知无？毋是要甲你骂，来2000以下迄个800就标遐，吓800包过就好。迄2000个来底座会出，2000新的个无看到，这拢无看到啊。哦，2000没看到，因为打字太快了，
不好意思啦，哦不好意思。你如果你真的要的话，你再打一次2000。你讲那个人叫啥名？朱牙齿，朱雅琪，你再打一次2000哦。你如果有看到的话，啊那个我置顶的那个哦，鬼东西要2000问号，鬼东西要2000问号。宋英豪，宋英豪，请你开真账号上来可以吗？你敢不敢？我他妈在这里做直播啦！爱到你什么？什么叫做鬼东西要2000？什么叫做鬼东西啊？我们卖东西不要这样啊，哎，拜托一下。请不要侮辱艺品好不好？全台湾有多少人在做艺术品？啊！你这样是在侮辱艺品，你知不？对啊，太过分了。你可不可以不要侮辱一个行业啦？会使不？什么叫做这个是鬼东西呀？你是咧讲啥小啦？宋英豪，你是咧讲啥小？还是不要讲话了啦！来，宋英豪封锁，我封锁的话，我收掉。请不要侮辱我的行业，请不要侮辱我们的职业，可以吗？什么叫做这个叫做鬼东西？拍谁？很多人就是靠了这个鬼东西而赚钱的。你他妈你自己都不是个东西啦，你算什么东西？干你娘鸡掰嘞，欠人叫鬼东西2000个。啊！你不是叫人拍伊敢有拍起来？无搁拍的哦。咱有咧改变老一条路，咱行啊！鸡掰嘞，什么叫做鬼东西啦？对不对？那跟我们买艺术品的人不就攀啦？你讲啊小，你是咧讲啊小啦？甲阮兜买艺品的人，毋着全部拢攀啦？啊，厝里拜关公的人，毋着拢攀啦？臭鸡掰咧讲啊小！来，谢谢陕西的朋友，谢谢你们哦，多支持小弟，好不好？来，我们继续。哦，一样越快梳头料。哦，这一颗比较小颗。哦，这一颗比较小颗，一样非常纹路非常漂亮。无啊，先卖袂啊，先卖袂啊。哦，好。哎，先卖袂啊。好。对啊。好。你们如果这么不喜欢天风开直播，一开上来你们就在靠北的话，我会再让他休息2个礼拜啦，好不好？你们之前要求的上镜不要在那里整天在吃一个槟榔，吃到安尼艺品拢无想要甲看，无想要甲买。好，这个建议我觉得说，你们虽然是酸民，但是你们的建议我觉得非常的正确，我有听进去嘛。啊，人跟人之间可以互相一点吧。你可以当酸民来给我们意见，那我们在做生意的时候也请你尊重我们的行业嘛。什么叫做鬼东西啦？你他妈你什么东西啦？对啊，感谢大家支持一下，好不好？哎呀，如果不喜欢我的话，没关系，哦，不勉强啊，不要看就好了。哎呀，你无介意你就莫看，对无？啊，敢真正安尼要一直甲动吗？直播搁甲动2礼拜安尼哦？哎呀，不要挡我财路啊，我也是要赚钱。哎呀，伊伫新店咧做直播啦，他在新竹做直播，1个月赚不到1万5，一个月赚无15000。来遮，咱见面，咱见面。我讲不管你的指标，不管卖了好歹，来，我先甲你栽培，了钱就了钱啊，几摆的，赚无15000。伊咧伫新店咧做是赚无15000块的哦。哎，许谦你好。来遮，我甲讲，来基本先35000起薪，来，搁来业绩做的再搁另外讲啊啦，来，
趁钱了钱拢先算我的。恁娘恁爸压力无比恁较大吗？我无想要伊变搁较好吗？凯宾臭鸡巴，你是靠北遐小啦！凯宾对我不错啊，这是他说的是事实啊。哎呀，真的不喜欢我的话就不要看就好，不要爱看，真的要爱攻击我。哎呀，人都会做错事情啊，人都会有过去啊。谁叫他要跟白狼拍照？来，他今天有因为跟谁拍照？我他妈的他在那里干叫，安尼有无？有啊无啦？借问一下啦。伊敢有因为讲伊今日甲倒一个角色来拍照，伊伫遐咧臭干辣椒啦？我们有因为我们跟谁拍照而在那里臭干辣椒吗？我们在卖东西，你侮辱到我的行业呢？请问一下好不好？互相尊重会不会？对啊，攻击人就算了，不要攻击到一平。做酸民，做一个有素质的酸民，你们这样是酸民支持，你知不？很多酸民都很有正义感，不是为了酸而酸，是为了理性而酸，为了事情而酸。你们他妈的这叫什么酸民啦？检讨一下你自己什么角色好不好？对吧？这起的甲即摆安尼，敢有改变着？有吧？留一喙饭互食嘛。袂敢看，莫看就好啊！规工就靠背。不管今日啦，阮甲谁来翕相啊，还是甲谁食饭啦，今日我甲总统蔡英文食饭嘛共款啦，你嘛是爱伫我的平台甲我尊重啊。我嘛袂因为我甲谁来食饭，吼来翕相，来甲恁臭干辣椒，因为我知影我会晓甲恁尊重，但是嘛，请你甲阮尊重嘛，互相尊重一下，对吧？你嘛甲阮尊重一下嘛，对吧？阮敢有因为讲阮甲谁来食饭来靠爸靠母安尼，对无？毋是吧？做人拄好就好啦。哦，对啦，过来啦。哦，很多人去友台直播台哦，很多酸民去友台的直播台，以我是胡凯斌派来的，以我是彰化天风，还有那个老邱他们派来的，我进来乱你们的台的。我跟你说哦，这些都是酸民的行为，不是我们公司的立场。如果有造成各大直播台的那个困扰的话，跟你们说声抱歉。哎，小弟在这里跟你们说声抱歉啦，拍谁？因为真正有些酸民我们真的是有提告，已经有提告了，慢慢来啦。哎呀，这酸民真正是有的是真正为了酸而酸啦，这是台湾有病啦，好不好？你继续卖啊？人讲买观光，你摕一顿观光出来。你遐敢会无闲了？足侪私讯的啊。免啦。没有啊，真的是袂晓讲嘛。人讲真话袂晓讲啊。你们说台湾没有病，那是我们这个社会病了吗？还是这些酸民病了？真的是需要这样做生意做到这样吗？对吧？做到我们每天在拒收人家的货，为什么？每天都寄一些来，刚刚就3件了，你们都有看到嘛？对不对？可以吗？不认识的人寄货过来，我们也没订东西就寄货过来，对吧？来，有人点菜说要关公啊！这尊画看买就好啊。大尊的关公，这么大尊。这么大尊，我拿后面一点。等下聚宝盆。安尼就好，无要紧。
哦，来杀金的关公啊！来杀金的关公。哦，你们有买东西的，我非常的感谢啊！小弟也在这里，谢谢你们大家的支持。谢谢你们大家。啊，没有买东西的没有关系，大家互相尊重。做人互相啊。哦，大家互相尊重啦。系啦。哦，来，这么大尊，哦，叫你要大尊，哦，叫你要大尊，好吧。来。谢谢老大哦。好，玉姐，玉姐，我今天会直播。哦，我今天会直播，晚一点我会直播。哦，来，这一尊，来。杀金的关公，哦，来，给你们看一下，后面的披风就是这样。后面披风就是这样，漂亮的。哦、整个栩栩如生。哦，啊来，头前我恁看卖，伊的正甲，伊的面相，哦，一个正甲就是伊的战甲。哦，战甲。哎，战甲，这就是正甲。哦，那战甲非常的精致。哦，啊，整个面相非常的漂亮，好不好？哦，足水的。啊，各位朋友，这一尊啊，0元起标。干一个啊0元起标，1刀500。来，无动的。0元起标，1刀500，来无动的。48，高48，直径19，哎，19，1刀600无动。来。来，0元起标，1刀500块5档，喜欢的大布，外面店面价大概8、9千块，哦，8、9千块要。0元起标，1刀500块5档，哦，1泡就好啊，好未？来2500啊。来2500，你敢有看到？你敢有看到？一泡甲恁逐个朋友，哦结缘，哦啊1刀600卖动，好未？来，无情2500，你敢有看到？来，我指定咯你。来，最后1分钟多，好，1分钟10秒，哦，喜欢的大布。来2500啊。来2500。有土地公有，土地公有。来2500加多少？我这边3000。来3000谁？义祥。义祥哥3000呀。来，义祥哥3000啊。有蟾蜍吗？有。有。你好，我好，大家好了，哦。来，目前3000。义祥3000呀。加好3000。来，嘉豪，蔡嘉豪嘛3000啦。来，目前3000啦。有人较大部的无？关公哦。来3000啦。来3000啊。来3000块，来目前3000。3500像。博君。来，博君哥3500。来，博君哥3500。然后4000加好。来，分隔线先看。4000、3500、3000的都喊在一下。3000、3500、4000的朋友都喊在。都喊在。感谢那个谁一直按爱心啊，谢谢你。来，分隔线先看，以分隔线为准。哦，分隔线之后的，哦，要的打3000加1，要的3000加1啊。无足济啦，3尊尔，3、4尊尔。哎，来3、4尊尔，来，要的3000加1。要的朋友3000打加1，哦。要的朋友3000打加1。啊，就3个客人而已。要的帮我打3000加1。要的帮我打3000加1，3个客人。义祥加1哦。来，义祥哥加1，还有谁要？帮我私讯粉专。永志哥，谢谢你。蟾蜍油，蟾蜍油。蟾蜍等一下哦。来，博君哥3000加1，谢谢你，谢谢你。来，有3000加1的朋友，全部私讯我的粉丝团，马上私讯，马上汇款，马上出货。
消费满3000免运，未满3000运费统一80，全家120。来，还有吗？各位，还有吗？来，两个而已哦，来2个而已哦。我这边有看到伟明3000加1。来包鬼，来，以上恭喜3位，来马上私讯，马上汇款，马上出货。帮我私讯粉砖。来，有加1的朋友全部私讯我的粉丝团，马上私讯，马上汇款，马上出货。几个加一3个。来，哎，好啦，你就坑的就好啊妹。我咪甲你讲啊，迄有小帮手，人伊就坑的就好啊，人伊会无用啊。来，较近来个，来，目睭看人客，来，这一个我现在出的材质非常的贵哦，因为有人点菜说要土地公啦，好、啊这个可以放车上，这个是来小叶黄杨，正小叶黄杨的福德正神土地公，好、手揢如意，好、大家拢如意，好、手揢元宝，金银财宝免烦恼，来，整个是镂空雕刻，连底部。规个拢镂空的，看卖者。来这一尊土地公，这一尊不便宜啊，因为它是小叶黄杨的材质，非常非常的贵。好，来各位朋友，非常贵哦，小叶黄杨。小叶黄杨的，哦，小叶黄杨哦，吴亚斌你是欠人风水的哦，漂亮了。你欠人风水的哦。来，这尊上点菜的。我唔知，过去啊。来，谁点菜的？来，零元起标，一刀100块，有档的就好，因为这一尊非常的贵，有档的。来，0元起标，1刀100，喊喊看，有动的啦，好不？有档的我看卖，有的人汇钱了，哦，有的人拢汇钱啊。谢谢你啊，谢谢你，谢谢支持的朋友们。来，0元起标，1刀100块有档。哦，我知道眼睛要看手机啊，尊重客人啊，你们也尊重一下，好不好？刘家宏讲3000加1呢，关公3000加1，你敢有看到？伟明哥，谢谢你私讯哦。没有错哦，台南借钱中心哦，土地公招财进宝没有错，谢谢大哥啦。来，对啊，没人花吗？来，无千800。来800块。哦，那个吴海山呐、吴海山大哥无千800。最后30几秒哦，时间再久，价钱要有了啊。我来，目前800块。 800没丢啦，800不会中，800真正没丢。小叶黄杨哦，手工的，手工加机器下去的。哦，就是它是半手工啦，哦，伊是半手工的啦。来，来无种老仔，800尔，来800，没有更大步的吗？来耀良你好来上光偌济，800，半手工的，哦，就是半手工，就是一半手工一半机器。这个我刚刚有说含有档的，因为800块真的是不会中。哦，阮讲有动的，毋是无动的，无动的我有包过啊，有动的。哦，这有动的，因为这小叶黄杨本身就非常的贵。哦，来，注意看它的面相，非常的慈祥，整个都非常的漂亮，有也刚弄出来。哦，看一下，来，这一尊就拼一尊而已，来800，它都放到800哦，800起标一刀100，来无动的。来，刚才喊到800，那我们就海山哥哥，800起标一刀100，无动的。海山哥，你若要爱，这互你冲啊啦，系啊。来800去你一刀开你100无动的，标偌济卖偌济，有人花好。来，刘敬忠，你要蟾蜍，你是要黄玉的还是沙金的？有2种，哦，有黄玉跟沙金的，看你要哪2种，你要哪一种啊？
哎，来，继续。来800上去1到100块5档，喜欢的麻烦大步，喜欢的麻烦大步。这真诶水的啦，咱讲真啊。这外口凊彩卖啦，拢不计零花的价钱，无要紧，800起2到100无动。话恁无济偌济上悬。伊咧无用啊，我才有咧看，偌济无用5万。袂当出来啊。看见了，来，目前800，有没有大步的？你安啦，你足忝的啊。啊，昨昏叫你较早困的，你就讲有啦有啦，我较早困的。有啊。有啊，嘿啊，无要紧啊。你看开一时啊，你就搁忝啊。有无？昨昏就甲你讲啊你。真正认真开一档直播是足耗你的精神，很累。腰酸背痛，腰酸背痛了。没人看吼。嗯。来分个线上。来，没有人喊，就直接收了，就直接收了，没关系。谢谢你们。啊，收起来啊。为啥会打哈欠你知无？为什么伊知？因为他没得吃槟榔啊，无通食槟榔啊，安尼知无？胡宗汉900呢？慢啦。无啦，人早早就出啦。是啊。我看卖，嘛有人1000呢。到底是偌济？恁食薰无要紧啦，恁食薰无要紧啦。到底偌济？900。什么？来900的喊在一下好不好？来900的喊在。900的大大喊在。900的大大帮我喊在。900的喊在，好不好？嘿啊，你应该食口香糖啊，人咧讲啊，恁食口香糖啊，伤凉了，会挡袂牢啊，当然，恁食薰无要紧啊。来900的喊在一下好不好？我开始啊，我会保特瓶的吼。好，你去给。你注意。无薰无槟榔，吼。你上来。会啊，会使。较早困的，你看。无啦。哎，无聊了，人数掉了，这样最好，好不好？安尼上好。安尼上好。剩20个无要紧啦，哎呀，讲真正。没有，因为你们这些酸民有的就是想要看热闹啦，这样是最好。毋是我困较早困，是我腰足痛。为什么腰痛？我毋知。哎，所以这标嘞，有人喊在了，完全没看到。那个这一标，因为我这里吃字都看不到啦，没关系啦。这一标，你娘的，人出甲偌济啊？你头拄毋是讲900？嘿啊，迄900毋知想啊。收起来就好啊。无啊，袂使安尼啊。有人私讯呢。像。有人讲900这个。哎。跟凯宾。有啊，胡宗汉，有，宗汉哥，谢谢你。宗汉哥，我看到了，谢谢。感谢啊，感谢。一个土地公，对。对啊，他被禁吃槟榔啊，没有错。他被禁吃槟榔。来，出一个。出这。我看嘛。这叫啥？你知？这会使啊？广泽尊王。广泽尊王的那个太寒山艾博嘛。艾博的本身的味道非常非常的香。各位朋友，送礼自用2箱礼。有盒子。盒子。这个就没有证书了。广泽尊王，半手工的，半机器。一半机器一半手工下去雕的，做龙椅的，坐龙椅的，好不？
最容易的，来管泽尊王，好不好喂？太行山来博，喂，来分隔线先上，我咧直播。哦，管泽尊王，好不好？嘿，你讲啊，你讲无紧。送礼自用2相宜，吼、来零元起标，哦好一刀100块，有动的，好，来即阵卖动的啦，无动的啦，啊，来直接卖动的啦。来零元起标一刀100，来卖动的啦。要变这大啊！喊多少卖多少，黄玉蟾蜍 OK。来零元起标，一刀100块，5档标。好，来无动的。你摕黄玉蟾蜍出来见。来，零元起标一刀100，来无动的。来100，自己加油啊！一组而已啊，底部看一下 OK。哦，100开车，来底部给你们看一下，都是天然的纹路，有没有？拢天然的纹路啦，完全正天然的纹路。来，零元起标，来一刀100，来无动的。来，下午好，下午好，各位朋友下午好。来200啊，来800啊，800谁啊？我这里看不到啊。哎呀，能不能让我点菜？你要点什么可以啊？来1000是谁？来靠背啊，跟有人讲有人1000了。来1000，我这里完全看不到啊。你要刚看哦，拢看无？老师，我看买。来300，来目前300，来900目前是有了，哎呀，来目前900，有人喊1000，我爱吹啦，为着因拢会全部拢蓝色会，对嘛？对啊，啊你就坑的咩？无啦，他拄啊全部拢蓝色会。我没看到1000的，我只看到900的，哎呀，来无牙起1000，哦。来这一尊无牙起在还在，来打电话进来，我没有要卖你1000啦，打电话进来。来，吴雅琪帮我打电话进来，0482385579，0482385579，帮我打电话进来。你如果有打电话进来，这一标就包过去。哦，我们只有全家没有 seven。哦，我不管你是真账号、假账号、酸民还是怎样都可以，只要你有打电话进来就会成交，好不好？啊，你如果没有打电话进来就是封锁。来，1分钟给你打电话，来1分钟帮我打电话进来，谢谢。哦，来0482385579，来卡电话入来。观世音的纱巾有吗？有。来，观世音的纱巾有。有人在点菜没？你买到？我注意啦。哦。电话呢？太等你了。因来隔壁接伊，你坐我问一下。好。向凯，无牙起吗？伊啊，刚搁有咧通电话。来，吴雅琪。悟空的雕件没有了。朱雅琪吧。哦，嘿啊，来朱雅琪呀，不是吴雅琪呀。来朱雅琪，再给你1分钟啊，打电话。搁你1分钟，他都有人敲电话入来，我体谅，无要紧，搁你1分钟我们。体谅一下，因为哦，刚刚有人打电话进来，没关系，我再给你1分钟哦。来，朱雅琪来打电话进来，我没有要卖你1000啦。哎呀，朱雅琪啊，歹势啊。朱雅琪呀，歹势歹势吴雅琪呀，哎呀。
来，赶快，时间快到了。啊，打一通电话，没有困难吧？好，有看到了，朱雅琪啊，拍谁啊，拍谁哦。哦，敲一通电话无遮困难啦，啊，帮我敲一通电话。好，谢谢温蒂哦，明天要汇款，谢谢，感谢你。温蒂，谢谢你。一看就知道假账号，对啊，所以我会叫他打电话进来啊。哎呀，感谢赏心的朋友。感谢闪心。好，来，拜拜。哦，我讲过啊，气标一定封锁，气标一律封锁，还拢免考虑啊。好，谢谢啦，来。喂，你好。喂。喂。朱雅琪吗？喂，你好。如果是的话，对啊，我就解锁了。好，啊，封锁的封锁，我要紧啦。啊，收起来。嗯。收起来了啊。有着后壁还有人点菜啦，好诶。感谢岛内的朋友，卖感谢有赏心的朋友。来一个，那个来忠诚者大哥讲一千二要收啊，来，来，不要紧，我置顶者，包过也好。来，来，陈泽哥啊，来，陈哲哥。来，陈泽哥在还在？你在通哎、帮我查一下真账号吧。来，陈哲哥在很在。好在已经变黑色，我的你的个人档案。好，我点到啊。来，泽哥应该是真账号，我咧看这个人应该袂歹啦。哎呀，真账号，来，唔免1000啦，888包过就好啊，888。来，888给你就好了。谢谢忠诚者大哥啦，感谢你啊。哲哥，谢谢啦。好，来888包过就好啊，888。来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。那个哲哥，我送你一支 Maschino 的4管香水，好，这管送你，4管嘞。来，哲哥，谢谢你。谢谢哲哥啦，感谢你支持天风啦。感谢哈，感谢你。来，陈者不用打电话，我会看账号哦。哎，大概看个账号。对啊，来，有人点菜黄玉的三角蟾蜍，来卖用这样。哦，哎，三角蟾蜍，来，来，你介绍。全台唯一会透关的只有环玉蟾蜍才会透关。哦，三角蟾蜍。哦，有诶。三角蟾蜍哦，都会透关的，有诶，青环玉。没有啦，胡宗汉，你的是小叶黄杨，材质不一样。哦，钟汉哥不一样。哦，你的东西不一样，小叶黄杨的材质贵很多。头前这第一家是做旋转式的，哦，活动的。你缘人甲恁爸联络好啊。好，来，人讲喙牙古铜钱，互你子孙趁大钱。哦，来，自古以来，缘人恁爸叫你共来背起来，无背起来莫困啊，出笑你的。莫安尼啦，我袂晓念这啦。嘿，来啊，反正就是爱安尼加油啦，你就是爱学啊。三角蟾蜍。哦，敢若会晓三角蟾蜍，人敢知你这啥小呀？来，黄玉自古以来就是我们招财的最佳利器，蟾蜍自古以来就是我们招财的神兽。哦，有在玩艺品的朋友都知道，店面为什么人家要摆三角蟾蜍？自古以来有一句谚语吼，咱讲三脚相输，就是互你记三财，甲你收三宝。哦，你袂失财、袂落财、袂破财，这嘛天时地利人和。你是向外甲你加钱，啊，毋是向内甲你收财，你袂破财。喙牙古铜钱，互你子孙趁大钱，规个拢透光的啦，整个都正黄玉的。哦，来这一尊哦，整个都是黄玉的三角蟾蜍，0元起标，一倒一百来无动的。0元起标啊！谢谢汇款完成。哦，一倒一百来卖动的，这大起来咧。大只的来无动的。来0元起标，一刀100块5档哦，喜欢的大步。我说过了，他没办法2个礼拜跟这个几年的比，嘿，你这拢来背起来，我拢袂晓。来5档的喊多少就卖多少，自己加油哦。喜欢来，的朋友，标多少卖多少，好不好？好来，0元起标来，一倒一百来无动的。因为艺品啊，我还在学，哎呀，没有那么简单。做艺品很累，没有那么简单。艺品足专业的，系啊，有足侪物件的啦，系啊。
这个没有保固啦，什么保固？迄免甲插，即种话就拢免甲插啊好好。迄咧讲干话，啊你若甲回应，你就是咧甲伊讲干话，咱免甲伊讲干话。伊咧讲干话，咱当做无看到就好啊。来，安尼有没有了解无？人喜欢？0元起标1到150档，三角蟾蜍。小只的有，来小只的有，来目前1000啦。来，时间再走，价钱要有，最后40秒。来1000啦， 40秒。来目前已经1000了。来，目前1000块。喜欢的大步一点，正天然黄玉的三角蟾蜍，好不好？喜欢的朋友大步一点，来，来，这外面店面价也要4、5千啦。来，目前1000啊。 1000袂对啦，甲伊大波啦，嘿啊。来，目前1000块。来1001，志龙哥。来，志龙哥1001。来，志龙哥1001，许志龙大哥1001。峰哥感觉压力很大，对啊，一定压力很大的。来，那个小帮手风格线。你们来这里选，你就知道压力有多大了。哦，因为我会甲点嘛。来，志龙哥。来，志龙哥。志龙哥1001啦。来，志龙哥你有跌无？再打再。志龙哥，你再打再。来，志龙哥在吗？再打再。来，志龙哥，你再打再。来，志龙哥在吗？在喊在好不好？谢谢你。来，下午好。各位下午好啊。来，志龙哥在了哈。来，志龙哥，你如果相信我的话，你打1388+1，好不好？志龙哥，你若有相信小弟啊，你帮我拍1388，你出个1001啊。你如果有相信我的话，打1388+1。来，志龙哥，如果你相信凯宾的话，打1388，好不好？啊。先看到最后嘛，什么挡不挡啊？你是咧靠背的哦。来，你如果相信我，你打1388啦。好，如果相信我们，你打1388，志龙哥。好，志龙哥，你如果相信我，打1388。对啊，我说5档啊，没有错啊，我是说5档啊，没有错啊。啊，你们看完了吗？啊，现在是我在做生意，还是你们在做生意？需要你们的指教吗？来，志龙哥1388+1，我跟你讲，伟林，这块全新的转盘，一地爱超过500无？来，上志龙哥一块转盘，来，搁挂这只章子，互伊会当时来运转，全部安尼规组规套大地的哦，莫送细地，来规组规套1388包过。你是咧做生意，还是恁爸咧做生意啦？恁爸知影我无动的啦，你是靠背的哦。干你娘鸡巴嘞！哦，志龙哥，谢谢你相信我们啊，这个出新的给你哦，大的。臭鸡巴嘞！规工啊，饲王俊来咧攻击别人，个样创啊笑，食啥头路的？要的1388+1啦！3周的好，来要的1388+1，3个客人就好了哈。谢谢志龙哥啦。谢谢志龙大哥相挺。来，因为志龙哥一句爽啦，来，伟林，这集只要有+1的，拢搁送一个6字真言正貔貅会变色的貔貅，现在是绿色哦。来，现在是绿色，跟着人的，它会跟着人体的温度变色，来变深蓝色。好、来，得标的全部拢上。来，要的1388+1。来3个客人哦。不是在骂观众啊，是一个选民啦，对吧？靠背哦。来，那个苏岭+1，你敢有看到？志祥哥+1，哦。来，谢谢你们。我敢着置顶互你，我你置顶者，陈苏岭+1，
来置顶随抄一下，见会袂有？跟着人的体温而有啊，变色。来，我要换牌置顶啊！哦，有没有会变色的？哦，变色貔貅。春联拢莫甲我加伊啊，安尼就好啊，好啊袂？来换这个，张志祥，私讯粉丝团啊，私讯这个粉丝团，私讯这个粉丝团。好啊袂？搁一个哦，好啊袂？来，搁一个，来欧多拜，来恁三个1388啦，哦按那个速击拜啦，它叫速击拜，速击百。哦，速击百来打电话进来，你要打电话，因为你的账号是假的。哎，来，速击百帮我打电话进来，0482385979。来，速击百帮我打电话进来，0482385979。你每一标都有出价，我有看到，好不好？啊，1分30秒给你打电话，如果没有打电话就封锁，好不好？你有打+1啊哈，来，7标一律封锁。来9分钟啊，来1分钟半。好，1分30秒给你。分配的时间哦，你打电话。自诩晚上7点要来，你先帮我打电话进来，确认一下你的账号一下就好了。好，你先帮我打电话进来，谢谢啦。0482385979，拜托姐。帮我打电话。啊，你晚上要自取可以，当然可以。哎呀，要自诩可以，一样要帮我们打电话。哎呀，麻烦姐，拜托姐。有啊。有打电话无？哎，没错，0482385979。烧给阿嬷来封锁，烧恁娘鸡掰啦，烧恁阿嬷啦，就家己的路。对不？你在照你自己的口业呢，你要烧给你阿嬷，你阿嬷死掉了哟。哈，你阿嬷已经死了，你很可怜，你很可悲呢。你不觉得你很悲哀吗？对不对？烧给你阿嬷，操鸡掰嘞！恁阿嬷若在天之灵，感觉你安尼，敢袂感觉足可怜呢？对不？来，观音。那个忠诚者大哥那个说，刚刚那个只有土地公跟有啦，有地藏王啊，地藏王很少人放车上。有地藏王啊，嘛有关公啊，来，地藏王。嘿，啊有关公啊，你起来关公。关公哟。嘿。这玄天上帝。啊，有玄天上帝啊，玄天上帝有人。这三大柱。无，人要扛车顶的。哦好。啊个啥？玄天上帝啊。玄天上帝啊。嗯。来，玄天上帝。啊个要啥？哦，我剑先拔起啊！哦，来，玄天上帝一样做镂空的，有没有看到？玄天上帝。玄天上帝。哦。一半机器，一半手工啊。嗯。机器而是先磨过啦，啊，搭架手。唔捌莫讲啦。敢是？你也唔捌袂晓讲，莫讲啦。无啦，我咧甲你问。一底圆茶，嘿。粗胚机械先烧过，嘿。烧了了，手工再搁去雕刻。安尼有了解哦？有。迄有一个先后顺序啊。来，玄天上帝。小轩说要看那个小尊的三角蟾蜍，来，这一尊要的888+1。来，这一尊要的888+1，玄天上帝。妈祖的没有呢，小尊的妈祖没有，拍谁啦？各位朋友，不好意思，好，太阳山矮博的，来要的888+1。来要的888+1。这无啊吼。无啊，拍谁，靠背啊，无啊。拍谁啊？无啊。无啊，拍谁，唔好加1啊，不好意思，地藏王敢有？要无呗？啊？免啦，咱有点杀金的关公。
哎，陈君正你好啊，正哥你好。大哥，你叫什么名字吗？靠要咱用单手久啊，这他拄好有人点了。哎，我知。大哥，你陈泽哥拍谁啊？这个拍谁？私讯吗？你私讯哪个账号呢？之前有过。这拢无。那大哥，你先帮我资料留在那一边，然后我等下帮你。陈泽哥，地藏王可不可以？好。陈泽哥，地藏王可不可以？来，这个地藏王的赛未？地藏王。拍谁啦？包露露，那个没有了，没有。安排天风一场大戏哦，你问的问题非常好。来，各位朋友，如果如果有一天我会叫他开场的时候，就是制造节目效果的时候，希望线顶的朋友都莫见怪，因为有时候是在做节目效果啦。哎呀，你要玄天上帝包露露歹势，迄无啊，阮小帮手无甲我讲，连讲迄无啊，你着提早讲，我着摕出来你介绍，你着讲迄无会啊，敢若雇佣私讯，迄免用啊。哦，地藏王有没有人要？哎呀，玄天上帝其实蛮好看的，哎呀。然后玄天上帝那个卖完了，拍谁啊？哎呀，不看了不看了，没有天风的风格。好 ，OK， 你那个韩懒胶你本来就不要看就好，因为你这是假账号。嘿嘿，嘿。来，有没有人点菜？无。嗯。无人点菜的，请他出来。凯宾，你让我们失望了。你看，人真难做了。来了，天风，天风在那里臭干辣椒的时候，你们说这个人这样，你们没办法认同。现在安静了，你们又有话了。啊，请问一下好不好？人怎么做？啊，人怎么做？对不对？苏雅雅，请你不要乱讲话。我们小帮手从头到尾都非常的忙碌，没有人在看你留言。到目前为止还在私讯，为什么你要说我们砍你留言呢？对不对？还在私讯，还在，因为刷留言的速度非常的快，到目前为止还在找谁在加一的，谁要砍你留言？你可以合理的怀疑，我也可以合理的解释，好不好？谁在看你留言？你告诉我好不好？你告诉我一下好不好？谁看你留而且我手机言？都在老板那边哦，我没有手机。哦。我们没有在砍留言哦。那边砍留言不如就直接封锁的话，我那就去砍留言，对不？没有必要这样。我讲安尼敢无够坦白？若要用砍留言的，阮就直接封锁的好啊。去砍留言，你多此一举嘛，对不对？谢谢啦。还行吗？什么时候会补玄天上帝哦？我再问一下。哎呀，我不是心情不好啦，那个鸡巴一挂人安尼543的，这个要学，让他有经验啊！你看，没有货到付款，拍谁？老板有说过有买过东西的，
可以货到付款。你们有买过有出货的都可以货到付款，好不好？啊，新客人要先汇款。哦，啊，下次你再买可以货到付款。地藏王，有人要看地藏王，我们放车顶有人私讯你。好，太阳上挨过的。好了，这有你呗。哦，各位朋友，一样半手工半手干的泰安山矮箔，非常的漂亮。地藏王有没有？视频哥，你点菜什么？你再点一次，我看不到。来看一下阿边的，留看一下咱言刷很快的后背。留言刷很快。哦，有技工吗？有。半手工，半手干，哦，一半手干，一半手工的，好诶，来。地藏王，这是安尼炒，对。哦，这也可以放车上，哦，袂使放车顶。哦，就是安尼，好诶，足水诶。啊，这炒安尼嘛。无啦。好诶。伊这吼，会当加一寡条伤长啦。嘿。差不多，搁煎那一条吧。哦，太长了。迄长伊毋则家己收啊。哦，回去再自己无，等下。收一下。我这有凹一寡条嘛。同款啊。搁伤长。嘛，长伊才剪掉啊，恁长伊才剪啊，我莫剪伤长。长伊家己剪啊。因为每个人喜欢的长度不一样，你知道哦，每个人喜欢长度不一样哦。来，地藏王菩萨，啊，地藏王菩萨，好诶，安尼。谢谢丽宇哥啦，一瓶用不到，抖内挺风哥，谢谢哦。谢谢啊，来，这个谁点的？来，喜欢直接出价。地藏王的武器是摕小可粗粗，对吧？哦，啊，收长啦。嘿，爱加一寡条，加一寡条，互伊变安尼，互伊变安尼。好，来。来，地藏王。地藏王啦，哦，地藏王啊。奇怪，这是安怎炒？是放安尼吗？放安尼啊。对啊。就是要剪一点掉，让它放在这个平台上，大概这样的高度是最刚好的，这样的高度是最刚好的。来，这一尊啦，回去再自己把这个看你的长度啦，想要到多长，来陈泽哥啦，1000啦，来要的888加1啦。交给888啦，无要紧啦。来，要的888加1就好，不用1000哦，不用1888，要的打888加1啦。这个还有货吧？这个有嘛？存无几尊？存无几尊吧？来，要的888加1啦。来，要的888打加1。这是样品，我们出货会出新的。这是样品，出货出新的。不是瑕疵啊。来要的888加1啊！来要的朋友888打加1。谢谢闪星。闪给啊，闪星。不用再出价了啦，要的888加1就好了。来，陈哲哥888加1。来30秒就好了。清水主食也没有。30秒，要的888打加1。要的888加1啊。这个是样品我们上面有贴单子样品。我们没有卖背心哦，不要讲干话脸上哪里白白的？那就验尿了，不然你是要怎样啦？倒位白白啦？莫伫遐人身攻击好无？就验尿啊，无你是搁要安怎？对吧？来，包裹，谢谢。你面白白吗？敢有？无啊，我才拄好去迄个烤厝收吧，洗面乳啦。乳肤甲袂了的还有吗？伫对面哦，咱遮拢无。咱遮敢有？谢谢哦。这是。免啦。这免。有人点菜啦，这啊。不要来。
伊迄卫生纸啦，买买的。有吗？有一束啦吗？我毋知。我来洗面了啊，面洗洗的时候放一下就好。有工就咧放尿，干。好啦，那个卫生纸啊，没有，刚刚在那里刮胡须呢。视频哥没有看到你说的问题，对啊，你再重复一次好不好？你要点讲一下好不好？累了啦，累了，这样很累。哦，腰椎足痛，我来摕这讲啊，等一下啊。来太阳山来博的，来各位朋友，太阳山来博整个巧雕的有看到无？这公小书有人点菜的，技工师傅，哦，0元起标，一刀一百，有档的，好看买，有档的喊看看。没有啊，你们那酸民哦，有的很过分，袂晓讲，有的一定伤过分啊，为了酸而酸嘛，为了自己的娱乐而酸，你知不？可是你们都不知道你们在造口业。恁爸买2条巧克力用干去食，无位啊！奇怪的，恁爸巧克力讲无位。会来无钟老姐啊？朱成峰，造口业是指对善人，对恶人是惩奸除恶。来，我请问一下你，天风，目前为止在做生意，目前为止做了什么坏事？杀人放火吗？请问一下好不好？来，我现在针对你的话，你没有给我一个合理的解释，就永久封锁。哦，你常常在私讯胡凯斌说，胡凯斌你在讲话一言九鼎，为什么天风一直封锁？有时候你要看呐、你为什么是讲这样的话，对不对？你跟人家一起起哄，安尼敢对？来，请问到目前为止做错了什么事？恁讲拢讲过去哦，恁逐工拢活咧过去的世界哦。你甲恁某、恁囝、恁小、恁偏冤家、长冤家囝，你敢要搁摕出来讲？好把伤用的哦，人的家内事嘛无恁兜的代志啦，对无？今天有做错什么事情吗，陈峰哥？隔壁钓鱼，我说今天有做错什么事吗？你今天他们进来乱的，我针对今天啦，听得懂吗？针对今天啦，做错什么事情？我说今天天风做错什么事情？你莫甲我讲过去啦，过去伊嘛无伫恁爸的直播平台上班啦，过去伊发生什么代志恁爸唔知啦，我嘛无想要了解遐济啦。啊，现主是人要改变，来伫我的频道啦，来借问者，
你们还在讲过去，你们活在过去吗？不是，难道过去的错就不算错啊？人家诚心诚意跟你们道歉了，不然你要怎样？啊？不然你要怎样？请问一下，不然你们要怎样啦？你明仔载卖直播，搁休一天，嘿，好，系啊，系啊，无要紧。就安若安尼，我较晚嘛，卖开。较晚我看我变看，哦，好，嘿啊，较晚迄档若搁去互乱，好，你规日搁休3工，好，就莫搁开啊。安尼我食食。啊，我好啊。食食，有法度枵啊，法度我袂枵，变哪枵啊？话林，你敢有买无？有着隔壁叫我叫我，才拄好讲歹势话林。你无用啊，要爱画林怎？我毋知影伊讲啥物叫话林过来伫个，迄个勇勇啊，迄个我毋知叫啥物名。哦，要怎？我毋知影，我。无啊，免甲查，即摆无用啊。哎呀，我甲讲歹势话林，免无用写单，啊无人到啥安尼。啊，才拄好要变做，有人要变做，我去你二楼。袂歹食嘞。系啊，即间炒饭袂歹食，坐一只就好。这敢无外送？无啊，一直原年要外送，坐咧就好啊。不好意思哦，比较没礼貌啦，系啊。嗯，食饭无要紧啊。食一下饭嘞。啊，先卖没好啊啦，好不？无啊，先聊天啊。那个杨轩轩在不在？哎呀，可以聊天，好啊。你们有做直播平台的，大哥大姐。来，那个直播平台有在做直播的朋友可以打广告，现在开放打广告时间，5分钟给你们打广告，哦，我令怕公口，同行非敌口啊！我要跟你们说，同行的不是我们公司拒收，很多酸民会以我们公司的名誉去跟你们订货，千万不要寄出，你是给料你的运费，你不要寄就不会浪费运费。如果是我们本人订的，我们一定会留下我们的手机号码，私人的手机号码，好不好？做私人的手机电话。哦。哎呀，没关系啊，你们继续乱，我就冷冻天风啦。他的冷到他没人气也没关系啦，我让他调到去包货，也去包小帮手，去创下小龙好啦。上无有一份薪水啦。我的目标就是这么简单啦，他进来公司就是给他一份薪水而已啦。啊，互人一嘴饭食啦，好无？拜托的好无？啊，我跟你们说啦。我求我可能会枵死哦。轩轩敢有伫啊？杨轩轩。谢谢啦，很多正能量的朋友。谢谢你们哦，真的谢谢你们，好不好？非常的感谢。啊，歹势小弟食一下饭啊，有同行的会使拍广告，啊有好朋友有啥物问题会使问啊，5分钟时间互恁问袂要紧。哦，啊，真多谢进前讨厌我的朋友哦，啊，知影小弟即马有咧改变。我不是在大声什么哦，哈。我机会多谢。来，我不是在大声什么，老衲，我知道你有跟我们见过面，但是你一直说我们后台的人员去锁留言，你讲这是不实的指正。我们后台的小帮手正在忙碌的在写单，从头到尾没有人去封锁你的留言，但是你这样讲，这么多酸民会觉得说我们就是在锁留言，
你听我讲的意思无？啊，足忝的，你知无？有小转盘无？话你摕一袋来个，你敢有咧无用？蟾蜍有啊，有人要小只的。那个泽伟哥啊，泽伟哥，因为这大尊的关公哦，咩啊，迄济公哦，你若要爱1200加1，歹势啦。哎呀，你若要爱1200加1。泽伟哥，谢谢啦。哎呀，来，我现在要卖的是这一个转盘哦，外面就要300-400块了。哦，这个转盘，全新的。来，有人说要小只的三角蟾蜍，青玉的，也是百年史千年玉，只有玉会透光。哦，百年史千年玉，规个拢透光的，都是透光的，好不好？蟾蜍。来，人讲三脚相输，就是帮你记三在，互你守三宝，互你袂失财、袂落财、袂破财，这嘛天时地利人和。你是用我甲你加钱，暗是用来甲你守财，互你袂破财、袂失财。你念这是什么意思？哦，三角蟾蜍的含义，哦，就是它要招财的含义。听不懂你念的。我等下再来你讲，一句一句甲你教。嘿，来，零元起标一倒一百来波动。哦，加旋转座吗？加旋转座。来，珍珠整套0元起标，1刀100块。哦，我边吃饭边要学啊。哦，买回去。做生意的要摆蟾蜍，没有错。没有错。嗯。啊，他咬的这个做活动是。你若有咧做生意的有无？摆咧咱的迄个店的迄个收银台呀，吼，啊给你时来运转，你就是可以转动，好不好？珍珠整套，来0元起标啦，来一刀100来波动的，好来波动的。那伊讲啊，凯宾有空的话，什么梁凯那个？有人讲哪了啊？拿近一点看看。有人讲什么梁凯什么嘢？来，这就是三角蟾蜍，正荷兰青玉，规个青玉诶，来规个拢套光诶，整组整套。好，来目前多少看得到吗？有没有整个都透光？含转盘，喜欢的朋友大步。哦，规组规套，有假的较大部的，拜托者。来试吧。好，来目前400块。我觉得梁凯他们跟酸民处得很好。圣杰哥，你说梁凯跟酸民处得很好，那我问你们，说一个重点哦，常伟跟酸民真的处得很好吗？乱的人很多啦，我不知道为什么哦，我们公司乱的人非常多啦。来，无动的吼，来甲你加油啊！我嘛无想要讲这种问题啊，足忝的啊。来，杨轩轩1000啦，唔免啦。来，不用了，不用了。轩轩，这是你点的菜哦，谢谢你出价出到1000啦，也不用1000。来，珍珠整套含转盘，规组规套。哦，它的钱币一样是活动式的，可以转的，可以转动，时来运转。好，来，规组规套，要爱要的500加1就好，500块打加1。杨轩轩给他一组，好，来要的朋友500打加1啊。来，C 大500加1，哦，C 大500加1，你敢有看到？来要的500加1啊 ！iPhone 是爱过出一个礼拜再看有哦。嘛是会食你吼。来那个珍奇500加1，含转盘哦。
含转盘，规走规套，含转盘。好，来要的500打加1啊。食便当啊！刚刚你被置顶亚军有截图吗？所以你来刷存在感的吗？陈峰哥，应该没吧？哎呀，你私讯我叫我帮你解锁什么，我都非常的客气，好不好？我希望大家互相尊重，对吧？你们有很多人被封锁了，私讯我，我没有对你们恶言相对吧？都知道吧？大家互相尊重，好不好？会使不？可以吗？觉得可以的打可以，好不好？互相尊重。有的人之前被天风封锁的，来私讯我胡凯斌，我都有帮你们解锁。我是对你们恶言相看吗？来，志龙哥500加1，好。谢谢你们啦，哎呀。啊，这好了，这是同款的啊。宝宝姐，下午好。来去逛逛没有单，他这里没有来去逛逛哦。好了，包裹呀。吴牙峰哦，来吴牙峰，我先问你一下哦。来，怎么了吗？我零。后面，该给他543啊。我这无人看。唔知。星期四开始吗？你哪要搁开？好，无放手。你来啊。你起来。啊。你起来，你先。啊。来，各位朋友，哦，就一些人不要理他，当做吃字了。海滨有跟我讲，酸民，你如果一直乱，就有聚宝盆吗？当做吃字，不要理他。来，这条叫，哎呀，这条叫什么？这龙宝。买这条卖出。这条卖出了。哦，白的。聚宝盆了，来出这一颗聚宝盆。哦，加底座，各位朋友，加底座，它是聚宝盆月块树头料，哦，月块树头料，啊，它有香味，但是香味，哦，没办法，一辈子这个香味都还在啦，哦，它有一点点的香味，哦，买回去聚宝聚财，有没有？非常的漂亮。纹路非常的重油，哦，纹路非常的重油。来，月块树头料，哦，月块树头料。来，直径18公分，哦，直径17、18公分，哦，来这一标，哦，福利标好不好？来，得标含一条，南投石龙宫购购香炉的5帝钱，5帝钱要不要100？要不要100多块？要好来，
珍珠整套，来分隔线先放一下。德标珍珠整套，收到就是珍珠整套。0元起标，一刀一把脉动诶，30秒就好。你们喊支持小弟的哦，就看这一标。喜欢的大步30秒不倒数，0元起标，一刀100块，无动诶。来，目前你时间哪有行？啊袂吼。来200。30秒哦，就30秒，来自己加油。标多少我卖多少。来，目前最高。时间不给看啦，标多少卖多少。来，我讲300。来，目前300块，喊多少卖多少。来分隔线，来偌济？300，400。来400，来不用，这粒送你，哦，会使无？我们不要破坏行情价，哦，这个物件也要发白，我用送的好啊。来，这组算我会甲包过，送你爽打爽400，运费自己付啦，运费80啦。这一颗送给你啦，我就不出了，就不出了，加底座加5地钱，直接送给你就好，底座我会出新的，整组整套送给你就好，来。来，我出个东西一下。来出一个，保证正台湾，台湾妹啊，台湾妹啊，来啊，闪金给你们看了，这一颗非常的重油，漂亮的，漂亮了，整颗那么漂亮，这是天然的纹路，不是瑕疵，不是瑕疵，漂亮哦，来这一颗非常漂亮，对不对？台湾妹啊，来，这个没有加底座了。来13，直径13公分，0元起标，一刀200块，喊喊看。没有加底座，没有加底座，台湾美尼奇，台湾红块，0元起标，一刀200，有动的哦。来，目前1000，来置顶一下，来1000块，来目前最高1000，1分钟，喊得到卖，喊不到不卖，来目前1000块，以我手机为准啦来那个前剑窗哥1000。
来建创哥有较大波的，有大波的袂？我拼一票啊！哎，有小的聚宝盆吗？有。哦，有。来，目前1000块。建创哥1000。来，目前1000块。哎，雅茹姐你好。来，目前1000。来，目前1000。来，分隔线。来，3688迄个甲置顶者，进冲嘛，这两冲嘛。建州。走，建州哥打电话进来，04823857936884吧。来，你打电话进来，3688不用啊。来，电话拨上去，我给你1分钟20秒打电话进来我们公司，如果没有打电话就是弃标，就封锁了。哦，弃标者直接封锁，永不解开。哦，按乱的我当做吃字就好。1分钟20秒，建州哥3688打电话进来。哦，3688有人出到3688，没关系，打电话进来了，打电话进来啊，0482385579。喂，啊，即摆是等恁啊。毋是啊，我昨暝有甲恁约啊。我有甲恁约讲要甲人迄啊。最后27秒。什么？有啥物？来，我领，直接封锁掉，弃标就封锁了啦。哦，你那边没有呀？等一下，现在没有。来，我直接把它封锁掉。哦，我把它锁掉了。哦，拜拜。啊，那个400置顶撤掉。卖个东西不要乱码，拜托一下，好不好？来呀，各位朋友，一次3罐啦，沉香烟片啦，1罐390啊，3罐就多少了？各位朋友，它叫做沉香烟片，外面1罐就要390，我一次3罐，沉香烟片就是抽烟在用的，哦，抽烟在用的，好不好？一支香烟。不好意思，比较不礼貌，我把它打开，打开。哦，打开之后我抽一支，来拿着，沉香烟片，减少尼古丁，然后还有帮助喉咙，哦，帮助喉咙，然后减少尼古丁。哦，这很难插啊，按里面有附那个插管啊。哦，插管把它插进去，哦，把它插进去。啊，来一次3瓶。沉香烟片点起来就这样，减少尼古丁啦，好不好？减少尼古丁，来一次3瓶。
外面市售价1瓶就要300多块，来一次3瓶，来一次3罐，听好了，怎么卖？喜欢的大布一次3罐，市售价1瓶390，0元起标一次3瓶，0元起标一刀100，卖动的啦！来0元起标，一刀100，5档。得标私讯这个粉丝团，马上私讯， 18，马上汇款，马上出货。来啊！我不倒数了，喜欢自己大步一次3瓶，就1分钟，时间到，不倒数哦，就1分钟时间啦，一次3罐，哦，一盖3罐，来，目前最高多少？小帮手。啊，200，不要紧。200得标，我把笑笑啊，哦，不要紧，喊多少卖多少，来300，来，目前300块，来，目前300，伤喊，一罐剩100。来，分隔线上来，然后最高多少？500哦。来啊，各位线上朋友，相信我的，500洗板打上来，3瓶500块。相信我的，先打500，我好你送。我如果3瓶卖，你们线上1000多位朋友，我3瓶卖500块，恁别出去有车弄，我出去被大卡车撞死。好，我如果3瓶卖你们500块，我出去被车撞，我发誓，说话算话，说到做到。3瓶我不会卖你们500啦，哦，不可能3瓶只有500哦。来，有没有人？来，10个客人就好，3瓶500块，要的自己打500加1。有吗？有抽烟的真的要买，减少尼古丁哦，真的很有效。有没？几个？小班。来啊，我不啰嗦了啦，3瓶500啊，来。3瓶如果卖你们500，我出去有些弄。一次1大包，15罐100块啊，15罐不是100，更正一下，15罐500块就好。要的打加1，15罐500，要的打500加1，打上来私讯粉丝团，1分钟时间让你们加，限量10组，10个客人而已。要的朋友500打加1，一次15罐沉香烟片，帮助减少尼古丁哦，减少尼古丁。要的500加1，一包里面有15罐，然后要的500打加1。里面一次15罐，15罐。要的朋友500打加1，好，福利标哦不，福利标，福利标。哦，刚才3瓶含到500，我不可能卖你们这样。我一次现在等于买3罐500块，送12罐，你们会不会算数啊？
15罐500块，要的加一。15罐500不是100哦，更正，哎，来恭喜呀哈，这个我们全部都出新的，全部都出新的，全部拢出新的哦，您全部收到都是新的。来出一标，全世界会透关的木头只有印尼国宝级雪龙木，哦，雪龙木啊，雪龙木没有味道，哦，它是封漆的，雪龙木都是封漆的，所以它没有味道，哦，雪龙木没什么味道，各位，来直径量一下，来8公分。来20，8乘20，哦，8乘20，哦，漂亮哦。来，有没有漂亮？全世界唯一会透关的木头，只有雪龙木才会透关。哦，全世界会透关的木头只有雪龙木。哦，直径8，高度含头20公分。来这一标。0元起标，一刀开你100，卖动诶！0元起标，一刀100块就好，5档标，标多少卖多少，喜欢的大步。这只水计小爱画水，喂，啊，我带100开车哦，来没关系，时间走落去，一刀100。标偌济没偌济哦，标多少卖多少，一刀100，喜欢的加油。来，目前100没关系呀、啊，喊多少卖多少，好不好？这个没有含座，哦，这个没有含五角金座，先跟你们讲一下。来，无真相关偌济。啊，200，没关系，喊多少卖多少啦。来，目前志阳哥300，志阳哥谢谢你，志阳哥。来，目前志阳哥的300块，标多少卖多少，直径8公分，高度含头20公分，8乘20。来，分个线直接上。哦，我不啰嗦了，是杨哥吧？对。来，没关系，以我手机为准。来，志阳哥，私讯粉专，满3000免运，包尾300得标。直播关掉了，干你娘鸡巴嘞！来，哦，那我们直播先关掉。好，我们直播先关掉。记得喜欢我的或支持我的也好，记得按赞、设定、追踪、抢先看。哦，我先整理一下环境。哦，晚一点看怎么样再说。好，谢谢你们支持，谢谢。好，来，拜拜。记得按赞、追踪、抢先看哦，拜拜。